后来镜头所登的台湾，来看这个林务局南投林管处的人员，顺势林道发现一只台湾特有种保育类的台湾的野山羊摆卡，羊仔共嘛断一支个纹理的涂骹，巡山员马上来抢救，讲可能是为30公尺悬的高山摔落来，尾水拢摔断了，可能家在及时来发现，也若无性命不保。 路中一只山羊徛伫咧遐，后一秒，伊行路摆咧摆咧，煞来倒伫咧涂骹。南投林管处人员赶紧冲过去，发现伊是台湾特有种的保育类动物——台湾野山羊。伊规身躯澹漉漉，搁一直喘，羊角搁断去。小声啊！山羊红送去特生中心抢救，伊尾溜的骨头断去，伤得真严重。山坡上呢，有一个草丛呢是有一个滑落的现象，所以呢，我们大概研判这只山羊呢，可能是从比较高的这个山坡滑落到那个路边。 林管处研判，野山羊可能是为30公尺悬的山顶出落来，加在拄到巡山人员紧介送去病院。同款嘛是台湾保育类动物，这只台湾乌熊，伊的体力看起来也袂歹。伊就是顶个月伫咧台中和平区果真园捡机关抓到的乌熊，得手掌一支枕头啊，爱互锯断，本来无胃口，加在经过照顾，为83公斤，肥到87公斤重。 伤口愈合是蛮良好的，那没有感染的这种情况。那由套索造成的这个环状伤口呢，目前持续的在收敛当中。照顾单位讲，乌熊已经刷去户外翕摄，来看伊的活动能力。空喙若是有较好，这物件无问题，就当准备家野放。